看伫苗栗的消息，苗栗发生呢真惊，迄么火烧车的代志。有一个查甫人驶出名的跑车，伫走山路的时，发现讲车后壁汹汹出现驾驶甲这个女乘客赶紧落车，几秒钟后，规个车拢导火。相队员呢到现场了，赶紧就拍火，加载人无受伤，不过车引擎拢烧歹去啊。经过了解，这台名车是赛道版，真稀罕，全台湾较无10台。这个驾驶是讲，可能是车的副水箱破去，才引起火烧车。 消防队赶到现场，白色的破石车身是烧到真厉害，警消随救水线来拍火。看到的民众讲，当时看到这只车停伫路边，无偌久就开始呛烟，几秒钟了后，车就烧起来，还有车链爆炸的声。一开始他就停在路边，然后开始冒小烟，然后再上，然后就嘣，轮胎炸掉。 加在驾驶甲乘客赶紧落车，拢无受伤。不过看车红烧毁掉，心内阁真惊吓。警方调查，35岁姓陈的驾驶开车载女朋友为北部来苗栗找朋友，到这段要爬架的山路，车煞汹汹发出警示，因才落车尔，车就烧起来啊！ 副水箱爆掉，副水箱爆掉，然后就起火这样子。驾驶甲消防人员讲，敢若是车的副水箱破去，地势降温才引发着火警。到达现场发现轿车的左后侧引擎的地方起火燃烧。那车主在我们到达现场之前就已经先行逃出。 这款跑车虽然有9年的车龄，不过因为是赛道版，真罕的看，互人讲做是赛道机器，全台无到10只。想要到一场火警，就甲车烧到这严重，详细起火的原因，搁要进一步来调查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